Hello，因為打仗嘅關係，話說我喺呢個3月份環遊咗小部分地球一圈。我而家喺飛機上指緊嘅地球，就想話俾你聽我環遊地球嘅路線。簡單啲嚟講，就係由香港呢個亞洲地方飛去歐洲，再飛去北美，再飛返嚟亞洲。呢個長途嘅旅程聽完之後都唔係話唔辛苦，每一程都要飛成10幾個鐘。所以真係冇下次。而我完成咗呢個旅程之後，返到嚟嗰2個星期，亦都係非常之忙噶。皆因我要預備我嘅維園花展啦。所以呢條片呢係關於我個維園花展作品噶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可以繼續睇落去啦。今日係3月14白色星期日。為咗3月17號嘅維園比賽，我喺花5訂咗成2000嘅蚊花，用咗成日時間嚟 unpack 呢45 kg 嘅花材，終於完成啦！而家就攤晒喺我個 studio， 俾你哋睇下佢幾咁壯觀咁樣吸緊水啦。呢度大大話話都有成56隻花材㗎，究竟我要做啲咩呢？不如俾你睇下我嘅架構啦。係咪有種 Hitomi 嘅感覺呢？梗係啦，我啱上完 Hitomi 嘅堂啊嘛。喺冇創作靈感嘅情況底下，學以致用係最好嘅方法。話說我個題目係花與沉香，呢個就係初次加花嘅效果。為咗要點題，我就喺冷鐵閃入邊加咗一啲線香，但係我估唔係個個人都有注意到呢個 accent。俾你哋睇下佢360度嘅全貌啦。其實我喺加花嘅過程入邊犯咗一個好大嘅錯，就係我冇諗過 focal 應該係用邊一隻主花。所以咧，你喺欣賞我盆花嘅時候，你就會發現好似冇乜 planning， 亂中無序。不過呢個只不過係第一次 trial， 我就想知道我嘅架構加完花之後，成個形狀或者成個外貌會變成點。當然啦，亦都要睇下啲花材可以 last 到幾多日。因為呢盆花要擺成個星期嘅，係由3月17號擺到3月23號。咁當然啦，喺成個 period 入邊你係有責任負責保養噶。但係我就因為工作關係冇做到呢一點，大家千祈唔好學我啊！而家你見到嘅就係佢過咗1晚前後左右嘅 still image 啦。咁當中仲俾我發現植物草有少少缺水。話到明係比賽，事前當然會用其他花材插多幾次啦，當練下速度、步驟同埋手感。好啦，嚟到3月17號朝頭早啦。呢一日我特登請假，好早嚟到我嘅 studio 去劈花。每一次要預備考試啦，或者籌備花藝表演嘅時候，要拎住呢一抽二楞我都覺得特別辛苦。呢一刻我就非常之想買架車，因為真係好狼狽。咁當然啦，人係唔可以太過衝動噶，而我亦都唔係一個衝動嘅人，我都係決定 call Uber。朝頭早嘅時間唔使9個字就嚟到維園啦。呢個時間當然要急急腳入戰場啦。今次嘅比賽係直接喺花劍廊嗰度進行，直接插完之後直接展示。時間係由朝頭早嘅10點鐘去到晏晝嘅5點鐘。喺行去嘅途中，我都有周圍望下維園嘅盆景。聽清潔工人講每年嘅維園花展喺籌備都要用2個星期時間，將呢啲咁靚嘅花材運到嚟維園去展示噶。好啦，話咁快，亦都見到花劍廊啦。因為時間嘅關係，我俾你睇咗我嘅架構先啦。當日我係即場扭過鐵線建立花嘅架構，所以你會見到我今次嘅架構同上一次係完全唔同嘅。俾你哋睇埋我加完花嘅效果啦。而家你見到嘅就係佢嘅前面，之後嗰張就係佢嘅後面啦。而你又見唔見到佢嘅 focal 呢？呢一張會明顯啲嘅，嗱就係呢一個綠色嘅佛手柑，就係佢嘅 focal 啦。呢個佛手柑真係不得之了，喺香港係冇得賣嘅。我係特登叫我個同學喺廣州買落嚟俾我嘅。而今次呢盆花我係用咗紫紅黃橙去突顯香港係一個多姿多彩嘅社會。題目中嘅花與沉香呢個香唔單止係香味嘅香，仲可以代表香港嘅香。而當中佛手柑就有香中君子之稱，所以我就用咗佢嚟做 focal， 因為佢喺種花入邊，佢嘅幽香仍然都係非常之高雅。雖然今次比賽我冇攞到任何嘅獎項，但係見到咁多人喺我盆花面前喺度影相留念，又或者將我盆花每一個角度都影得非常之細緻。呢一刻我真係好有滿足感。仲有人研究呢盆花係點樣插嘅，咁希望佢都可以有機會睇到呢條片，咁佢就知道我成個架構係點樣建立噶啦。喺睇緊其他人影緊我盆作品嘅時候，突然之間我見到一個神秘嘉賓，一個小彩蛋，就係一個同學啦。呢個係 Amy 嚟。
Amy 你做咩？頭先嘅 Amy 同學就係我上年一齊去考 AIFT 嘅同房，旁邊就係佢今年會結婚嘅老公。既然咁多人欣賞緊呢盆花，咁我都拍翻呢盆花嘅全貌俾你哋睇啦。你而家見到呢盆花咧，已經擺咗3日噶啦，所以你見到有啲花材，例如係小炭草啦，有少少枯萎嘅狀況。但係整體嘅顏色啦，或者係波斯菊啊，同埋鬱金香嘅狀況咧，我都覺得係仍然 keep 得唔錯。但係都係嗰句啦，我覺得應該冇乜人留意到我喺啲冷鐵線入邊咧係翹咗一啲線香嘅。其實我個概念就係想你哋去尋香，喺我成盆花入邊去尋找線香嘅蹤跡。因為香港呢個名咧同佢咧以前咧係盛產檀香啊或者係線香咧有關嘅。咁你而家見到呢個 video 呢，我事後都有 send 俾 Hitomi 睇㗎，咁佢都就住我呢個作品呢俾咗好多嘅意見我。所以呢，我今年呢第一個目標就係要學以致用，將我學識嘅所有架構技巧，不斷去創作唔同類型嘅作品，增加自己嘅 portfolio。喺欣賞自己嘅作品嘅時候，我都俾埋其他得獎作品你哋望下啦。維園嘅比賽咧分咗唔同嘅 categories 噶，而我參加嘅就係西式插花，而喺西式插花入邊咧都分咗唔同嘅組別，分別有唔同嘅題目。有啲題目咧係講求自然風格啦，咁有啲題目咧係講求香味，就好似我呢個題目咁，花語沉香。咁有一啲咧就講求一個叫做情懷，好似青蔥歲月咁。所以咧，當我哋拎到題目之後，我哋都要從花材嘅應用、架構技巧、花材嘅顏色、花材嘅擺放、作品嘅形狀等等呢啲項目咧，作為咧規劃同埋設計。當然啦，係要直接點到題㗎，因為作為一個設計師，不論係花藝設計師，又或者係一個畫嘅設計師，又或者係衣服嘅設計師，你係用唔同嘅媒介去透過呢啲媒介去同你嘅讀者進行一個溝通。咁如果你嘅讀者都唔可以透過你嘅作品 get 到你嘅意思或者同頻嘅話，你嘅設計作品都唔算係一個好成功嘅作品。咁今次咧係我第一次參加維園嘅比賽啦，亦都係咧我考完 AIFT 攞到花藝設計師之後嘅第一個比賽。喺呢個花劍廊入邊咧，見到好多唔同類型嘅作品，真係大開眼界。呢啲真係叫做高手在民間。所以咧，我都好明白咧，喺成個設計意念啦或者技巧上邊咧，我都係非常之幼嫩嘅，仲有好多進步嘅空間。同時咧，我亦見到咧，原來我哋嘅花藝設計呢個教育事業咧，喺中學喺學校上邊都有倡導嘅。在場咧都有好多小學啊、中學嘅一啲學生嘅作品，審美啦同埋藝術細胞咧，真係由細培育噶。好開心咧，香港咧係冇忘記到呢一點。好啦，今次嘅分享咁多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